今集首先帶大家回到1989年，當年港鐵仍未有東涌線，東鐵線亦只能去到紅磡，港鐵只能依賴荃灣線及觀塘線過海，而新界居民因為補貼政策，需要使用鐵路出入市區，以減少市區的交通流量，令到與鐵路重疊的巴士服務無法開辦，所以當年新界東及北區居民要逼東鐵線到九龍塘轉乘觀塘線過海，或直接到紅磡轉乘過海隧道。而另一方面，新界西居民亦要乘搭巴士到荃灣線沿線轉乘港鐵過海，結果在東西兩邊共同夾擊下，荃灣線於早上繁忙時間出現過分擠迫。港鐵於是在1988至1993年期間實施上午8點至上午9點的繁忙時間附加費，意圖分流乘客至其他較早或較遲的時段，及運用鰂魚涌過海。此舉除了令市民反感外，更令政府明白鐵路系統已經飽和，最終政府被迫放寬補貼政策，容許巴士公司開辦與港鐵平行之路線，及加密既有路線班次，以舒緩港鐵的擠迫情況。運輸署於1989年起，更要求專營巴士公司開辦多條由新界及九龍多個地區直達尖沙咀及港島北商業區的上繁路線，以舒緩鐵路的壓力。今集要介紹的242X 與680就是在此情況下開辦的最後兩條路線。九巴242X於1992年7月6日開辦，最初只在平日上午繁忙時間由長坑單向往尖沙咀碼頭，2001年縮短至彌敦道近中間部。2004年增設回程服務，於星期一至五下午6點30分及下午7點15分由佐敦、會祥道開出，經彌敦道、青衣市中心及青衣北往長宏。2008年回程班次因客量偏低而取消。2020年再度增設回程服務，提早於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55分及下午6點15分，由尖沙咀東摩地道開出，經彌敦道、亞皆老街、櫻桃街及深旺道開往長坑。現時242X 由長坑開出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7點50分及8點05分，由尖沙咀東摩地道開出服務時間為下午5點55分及下午6點15分。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服務。好吧，我們準備上車，祝各位旅途愉快。
442X 果然是特快路線，6個站後直上公路，45分鐘就到尖沙咀，逼港鐵由青衣到尖沙咀都要24分鐘，未包括轉車去港鐵站，搭巴士一程直達，真是卸我其誰呢？今集就到此為止了，多謝你們的收看，我們下集再見。